Hello，咁多位同學仔，又係我其實上一堂咧就教咗大家少數乘法其中一個技巧啦。好，記唔記得口訣係咩？小數加減係要對位，小數乘法係要蛇仔，係咪？記咗佢啦 ，OK，多啲講，多啲講，記住啦。小數加減先要對齊個小數點位，小數乘法係唔使對齊小數點位噶。好。下一題咧就係今集咧就係講咩咧？就係講咧我哋經常遇到啊，真正考試好多老師都冇講俾你聽會點樣考啊？個嘅小數乘法係咪真係就咁樣啊？小數點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考你小數點咧？唔係，小數乘法咧無論係一啲文字題啦或者係應用題啦，最主要係考你啲咩咧？就係記住佢轉換單位。OK， 喺小數點裏邊咧，佢就會好多題目咧，會有啲題目咧要你轉個小數點位。OK， 好多時候咧會單位嘅轉換啊，尤其是好似呢一題，而家呢題抽咗出嚟咁樣，佢話咧每包砂糖重450克。好啦，我哋圈住個克佢 ，OK， 圈住個克佢。嗱，通常咧教同學仔咧圈低啲重點嘅，我哋而家圈低個克佢。賣咧就18.5元 ，OK。媽媽咧而家買3包 ，OK， 即係共有砂糖多少公斤？嗱 ，very good 啊！嗱，呢一題咧就係典型啊，考試成日見到嘅題目。佢有一個冇用嘅資訊俾你 ，OK， 冇用嘅資訊係賣緊18個半 ，OK， 話一包砂糖賣18個半，好貴，但係有冇用？冇用 ，OK， 呢啲冇用嘅資訊佢 ，OK， 圈低佢，我哋咧唔需要嘅呢個冇用資訊。好啦，點解咧？因為咧，我哋而家淨係買砂糖幾多包，問下幾多公斤啫嘛，係咪？好啦，第二樣嘢就係呢個就係今集嘅重點，亦都係考試上面經常性會考你嘅嘢，就係轉換單位。好多題目咧都係咁樣噶啦，450克，然之後變幾多斤，變到幾多公斤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喺換之前啊，即係喺計算之前咧，換咗我哋要換嘅單位先，記咗佢咯喎，1公斤等於幾多克啊？1000克 ，OK， 所以而家450克咧，原來係0.45公斤 ，OK， 0.45公斤，佢買3包啊嘛，所以就係將0.45公斤乘以3 ，OK， 好啦，喺隔離運算一次咯喎，0.45乘以3，好啦，記住啦，小數加減咪要對位，小數乘法要蛇仔，而家唔需要你個小數點位住，我哋乘咗佢先，忘記個小數點去 ，OK， 好啦，35就15，34就12，照寫啦 ，OK， 好，而家就睇翻個小數點咯喎，我哋用綠色筆圈住佢，好，點後有幾多個位？1、2，兩個位。整數有冇小數點位後邊？冇，所以係0。所以咧，而家0就係等於0，即係話我哋要喺最後移前兩格咯喎。1、2個小數點原來喺度，所以咧答案係咪等於1.35咧？係咪？俾3秒時間大家。精明嘅柯南出現啦！冇錯，唔係1.35啊？點解？大家麻煩睇一睇個答案，佢話咩啊？答案要取自10分位，呢一樣咧就係第3樣啊！喺小數乘法裏邊經常考你哋嘅嘢，就係咧佢有陣時候咧答案會取自幾多個位嘅。OK， 而家10分位。記住啦，10分位咧，即係小數點後第一個位，即係呢一個位。然之後咧，我哋咧就要隔一間啊，睇下咧四捨後邊嗰個使唔使進位？四捨五入 ，OK， 記住咯，10分位即係小數點後第一個位。然之後喺佢嘅後邊隔一間，睇下後邊嗰位四捨五入使唔使進位？4捨即係4以下嘅係唔需要進位，5以上先要進位喎，所以而家呢個咧係要進位嘅，所以答案咧就會等於1.4公斤，明唔明白 ？OK， 答案係等於1.4公斤。嗱，呢一條應用題考得好好啊，所以專登 send 俾大家，而且考大家，佢係考咗我哋幾個元素，重溫一次，要轉換單位。OK， 由450克
變做0.45公斤。嗱，好多同學仔咧考試嘅時候咧要寫埋㗎，450除1000咁樣嘅，冇所謂嘅。呢一個咧就睇下有每一間學校個規定啊。我哋呢度就咁簡化出嚟，就咁寫450變做0.45先。OK， 因為1公斤等於1公斤等於1000克啊嘛，我哋直接寫0.45乘以3。第二樣嘢有一個見唔見到呢度有一個係冇用嘅資訊俾我哋嘅。第三樣考我哋咧就係咧我哋要識啦，小數加減嘅要對位，小數乘法就要蛇仔。而家咧係點後邊有兩個，所以我哋要褪前兩格1、2，所以係等於1.35。但係1.35都唔係答案嚟㗎，所以呢度咧未係答案，因為佢哋要答案取自十分位，所以咧我哋咧就要點後邊第一個位，即係十分位呢一個咧，睇一睇後邊加減，睇下後邊呢一個位，4寫5入，使唔使進位？4以下嘅就唔需要進位，4以上即係5或以上咧就要進位。而家係5，所以要進位。答案係1.4公斤。幾樣嘢一齊個考你，好冇？記咗佢，呢一題係考試經常出現嘅題目嚟嘅。OK， 今集講住咁多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